Hello，大家好，我係 P100嘅 Miranda，歡迎大家收睇 P100嘅醫學專訪。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咧，去洗手間嘅時候咧，曾經咧大便咧有出血呢個情況咧？究竟係痔瘡啊，定係大腸癌嘅先兆咧？通常大家咧都會好擔心呢個問題。今日咧，我好榮幸邀請到咧外科專科醫生咧何文峰醫生咧上嚟接受我嘅訪問，教大家咧點樣分別究竟係痔瘡啊，定係咧腸癌嘅先兆，同埋咧佢會幫我哋咧分享下咧而家咧腸癌咧一啲治療嘅方案啦，仲有咧就係點樣利用機械臂咧去提升咧成個手術咧嗰個準確度㗎。何醫生啊，頭先咧我聽到咧有幾個手術嘅方案，包括係傳統啦、微創啦同埋機械臂啦。咁我想問下咧，其實呢三個手術啦，其實對患者有咩分別啦？同埋咧，你會點樣去安排嗰個手術邊一樣咧係適合患者㗎？係。咁呢個亦都係好多時候患者或者佢哋嘅家人好想問嘅問題。究竟醫生我可唔可以做微創啊？我會話俾你聽，都係根據病人嘅病情嘅。譬如果佢腫瘤係好大個嘅，本身都要好大嘅傷口先能夠攞出嚟嘅話咧，其實我會建議直接開刀嘅。咁亦都唔需要冇位，因為入到個肚度擺微創儀器入去，最後冇位做都係轉開刀，或者攞個腫瘤，你成功微創做，最後攞個腫瘤出嚟都係要開刀嘅話咧，呢啲我哋會建議直接開刀。咁翻為好多時候，因為大腸癌篩查關係，我哋發現嘅腫瘤比較早期。咁好多時候呢一類病人咧，就做微創手術咧，就有一個裨益喺度嚇，因為傷口好細，我哋只要好個好細嘅傷口，3-4厘米就可以將個腫瘤連佢嘅血管淋巴都攞出嚟嚇，再加幾個細窿仔，我哋擺啲工具去。咁所以傳統嘅手術就對付大腫瘤咯，微創手術就應付一啲細嘅腫瘤。咁做切同樣咁多腸，但可以減低個創傷，呢個係微創手術嘅優勢。至於機械臂手術咧，好多時候我哋咧係有特定嘅任務嘅，例如係喺一啲盆腔入邊嘅直腸癌。盆腔咧本身係一個好窄嘅地方嚟嘅，入邊有好多血管啦。咁女士亦都有子宮卵巢啦，男士亦都有膀胱前列腺。如果做到好深入、好低、好近肛門嘅話咧，其實傳統微創嘅儀器直不甩嘅話咧，其實佢哋好難去到個盆腔嘅底部。咁你可以想象就係揸住支燒烤叉去做手術，好直嘅時候，或者一個筷子去到最後咧，係好難喺個好窄嘅盆腔度去轉彎去做。咁但係如果我哋有嗰啲機械臂嘅儀器咧，咁喺一個好窄嘅盆腔，因為佢有一啲好精細嘅部件係容許我哋好似一個手腕嘅喐動、手指嘅喐動、關節喐動。咁我哋可以做一啲好精細嘅轉彎、好精細嘅拆解、分解嘅手術。咁所以我哋更加可以做得貼個腫瘤，而唔傷到其他附近啲嘢。從而去增加手術成功切除嘅機會啦，亦都增加可以接駁翻大腸嘅機會。另外一啲特定嘅任務咧，譬如係可能係做一啲好窄嘅位嘅淋巴摘除譬如盆腔淋巴摘除啦，或者響一條血管、大血管、腸嘅大血管上面嘅淋巴摘除，因為嗰啲血管咧好多分支，亦都好容易會流血嘅。咁如果有咗機械臂精細嘅移動嘅話咧，其實可以減低出血或者手術成功切除嘅機會。咁呢一啲大大都增加，第一增加咗病人成功切除醫好個病嘅機會啦。第二減少手術中間嘅創傷出血啦。咁從而咧係令到病人快啲復原，快啲完成嘅治療咁達至一個長遠嘅得益。係咁，其實機械臂手術咧都一定要需要個手術機械人啦。咁通常手術機械人咧都會有一個鏡頭同埋幾隻機械臂啦。咁通常就係用2隻至3隻嘅機械臂嘅。咁佢多咗隻手，手術醫生亦都可以控制鏡頭。咁變咗對於輔助醫生嗰個要求冇咁高啦。第二咧就係高清鏡頭咧，即係比起傳統腹腔鏡咧係 3D 清楚好多嘅。第三咧，嗰個機械臂入去病人身體嗰度咧，其實係喺一個從上而下喺天花板落去嗰個角度落去。咁呢啲咧係人工提供唔到嘅手術角度嚟嘅。咁所以佢要用一個相對較少嘅傷口，同埋可以代替傳統微創可能2隻手、3隻手嘅功用，用1隻手就可以解決。咁變咗可以減低需要用嘅我哋叫 port 即係傷口去入啲儀器。咁所以對患者嚟講，少啲傷口、少啲創傷，咁自然復原都會快啲。咁另外一方面，咁梗係嗰個機械臂嘅靈活啦。靈活嘅機械臂入到一個好窄嘅地方，都可以做到一個好好嘅牽引啦，同埋分解，咁將一啲減低對周邊組織嘅創傷。咁呢一啲都係機械臂手術對於病人嘅好處。咁而家咧手術上咧有冇啲新嘅發展咧，可以減輕咧患者咧手術後嗰個創傷嘅？係 Miranda。咁我都會解釋俾病人聽。好多時候嚟到問我做手術嘅醫生，咁我好擔心嗰個創傷，咁我都會同佢講，其實依家咧個儀器好進步嘅。咁依家用一啲咁進步嘅儀器咧，其實90%機會，大部分嘅病人啦，我會話都可以用微創手術完成。個傷口咧創口會好細，
咁復原會快過以前開大刀嘅手術。咁啊，譬如你睇到台面啲儀器啦，譬如我哋啲呢個係一個機械臂嘅儀器，咁你見到咧，佢唔係一個傳統嘅微創直不甩嘅儀器，佢有一個好似手腕嘅設計啦，亦都有一個開口，咁係好似我哋手咁靈活。咁同埋你見到佢係一個好幼嘅設計，佢只有一個好細8mm嘅窿，就可以擺到入佢個身體入邊幫我哋手做嘢。有時候做一個就算複雜啲嘅手術，可能3、4個呢啲咁樣嘅窿就已經處理得到。咁有時候如果就算就要切腸嘅話咧，其實我哋有一啲即係先進啲嘅儀器幫我哋。咁呢個儀器你見到咧，係一個切腸嘅手術刀嚟嘅。咁佢咧可以即係多角度咁去移動。咁就算喺一啲好窄嘅位置喺個盆腔入邊咧，佢都可以好靈活咁樣轉動。OK，咁所以就幫到我哋喺一啲即係做一個好啲嘅切除。咁切得清嘅腫瘤之餘咧，亦都唔需要開大個傷口嚟做到同樣嘅效果。咁所以啲手術儀器即係幫到我哋做手術，亦都幫到病人去減少個創傷。咁所以好多時候都同病人講，只要能夠微創完成嘅話咧，其實第一個傷口細啦，術後嘅痛楚少啦，亦都減少有併發症嘅機會，同埋出院會順利啲。今日多謝晒何醫生啦，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咧關於咧大腸癌嘅常見症狀啦，同埋唔同嘅治療方案。原來咧機械臂手術啦都可以大大提升咗咧患者喺術後嘅恢復嘅時間啦。大家記住喎，如果咧大便嘅習慣咧有改變啦，如果有出血啦，甚至持續腹痛嘅話咧，記得咧及早求醫，千祈唔好估估下啦。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嘅話咧，歡迎大家 like 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如果大家有咩問題咧，都歡迎喺呢度留言。如果想了解更多健康資訊咧，記得 follow 我哋呢個頻道啦。今次多謝晒何醫生，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